拉姆納拉揚拉姆，所有人類都來自天空，天空本身是所有人的原始父親和母親，他的名字是拉姆納拉揚拉姆，他與人類交流，傾聽他們的聲音並理解他們。我要告訴你，上帝、博加凡胡達和安拉其實都是同一個存在，他的名字就是拉姆納拉揚拉姆。宗教從不會分裂人們，而是將不同信仰的人們團結在一起。在地球上，宗教並不是彼此分離的，真正的唯一宗教就是大自然。大自然賦予地球上的所有人平等的權利，它不會因為社會地位或種姓而區別對待任何人，因此人們應該去了解大自然，而不是執着於某種宗教或種姓。正是人類的行為製造了歧視，並讓人與人之間產生分裂，因此我們應該向天空和大自然學習，學會如何和諧共處。太陽不會因種姓或宗教的不同而區別對待任何人，它的光芒照耀着地球上的每一個人。太陽從不會說我只為某個種姓發光，或我不會為某個宗教的人照耀。天空也從不會說我不會給予任何人生命，行星和星神也從不會拒絕提供他們的能量，唯獨人類才會製造這樣的分裂。我們應該把太陽、天空以及所有天體視為我們的榜樣，並像他們一樣行事，這樣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愛，並在所有人之間喚醒團結的精神。